大家好，我是蒋逢慈。咱基本嘢也上也一课是认识蒋逢慈。我是新竹师专毕业啦每下有个多转来，新竹师专业偏读个硕士。我头到家下都开始都有创作，家下为到想讲文学奖创到奖金啦都因为安尼都每下都继续来写，所以我了后接触的基本上就同文学有关系，不管也讲社团，也讲自家规划的，伊方面也读到教的嘛是同艺术有关系，嘛是因为安尼有安尼的资源，每下呢嘛是写课本。加下语文同康语的教材语文同康语的也部分去做编写委员当然也是同教学同还有自家兴趣的部分嘛是因为文学都能较讲也部分都当多的基金会像黄竹流文学基金会啦也讲相关的像刚刚都特别是客家基金会派来发通则同语文有关系当然也部分嘛是我每下航向对讲一个算讲一个公共事务来参与一件事情因为也都同我每下文学创作的内容嘛有都有关系所以讲俾大家了解下也是因为安尼30-40年来想讲有认真投行业条路啦所以都有收到当多几年来想讲天选还有的讲得到有得台湾嘛当创业的奖像黄竹流新诗奖啦都22年得到的全球客家贡献奖语文类的部分还像这条路对开始行来唔係為到得到贏到獎，不過我講一生人有一件事情是認真去做假敢都不會人看到我想不會人看到係一個算個一個當有福氣啦不過就係講能係為到想講同更加多人來分享現在是一件事情電腦也係幫我講是等個認真個做下去好